新台币的起暂时起到29.5块换一美金，嘛创2022年6月以来的新高。有专家嘛指出讲，美国总统川普带动关税战，率来引起货币战哦，上严重可能会起到25块换一美金，会造成类似1985年汇率变动，制作业了钱收起来的状况。今仔亚顺特别为咱来解剖近代台票汇率的变动。是主播。咱今仔日这台票即几工是拢大起价，引起着各界关注，这嘛互咱国的出口业者是真烦恼会来了钱。做伙先来回顾着台票汇率差上济一段，迄就是伫咧1985年的时阵，迄当阵美金大起价，美国、英国、日本、法国甲德国着联合起来做伙签署广场协议，要做伙来压价汇率，带动国际经济贸易。迄当阵台票对上价点40块换1块美金，一路是升到1992年的25块台票换1块美金。也就是讲，若阵迄当阵咱的出口业者甲美国拍契约的时阵，原底讲定爱1万块美金，原底当换做台票40万块，严格后来。交汇时阵，汇率煞变做干那摕到25万块台票尔，现了得了15万块去，所以迄当阵就讲到真侪咱台湾的出口制造业。后来汇率才慢慢恢复稳定，普遍是伫咧30块左右起起落落。也毋过，伫咧2008年的时阵，国际金融海啸期间，咱的汇率嘛是有差到3块半遮尔济。伫咧2020年爆发新冠疫情，咱的汇率是有差到超过4块遮尔济。因为迄当阵这疫情冲击到全球的供应链，咱台湾的疫情相对较稳定，出口相对就真旺，而且因为有晶片的需求真大，带动咱台票是一直咧起价。2021年的5月是有起到27块遮尔悬，原来即阵是对4月232块一路起到即马5月初5，也佮有5月初6的29块。也毋过今仔日是伫出现29块了后，有个随降倒来伫咧30块。咱的总统甲央行嘛赶紧出来说明，讲这投资人的预期心理去影响着起价，呼吁大家着爱冷静。经过唔通乌白传谣言，唔通来炒汇率。咱即马台票的汇率波动真大，各界是拢紧看。今仔日咱的解剖新闻就先讲到这，所来将镜头交顶去主播。